西沙樓盤史屈斯第1期咧，可以講話係盛況空前啊！當日我哋係極速係沽出超過1500伙。但係咧，我哋呢個項目咧，除咗係比率咁吸引嘅高卡之外咧，本身嘅會所可以講話呢個體積係非常之龐大，設施咧係齊備，可以講話包羅萬有嘅。咁今日咧就好高興咧，大家可以先睹為快啦咁。咁亦都有一個好消息公佈嘅，我哋剛剛今天咧就已經攞咗1A 2期嘅滿意紙，咁變咗咧交樓嘅程序咧，我哋正式準備展開㗎啦。咁你預計咧短時間內咧就會分批就出信咧去俾啲買家，咁陸續咧啲買家都會過嚟收樓。至於1B期咧，我哋預計咧都相信短時間內都有機會咧攞埋嗰個滿意紙。咁隨即咧，我哋亦都係會展開嗰個收樓嗰個發信同埋程序咁樣嘅。其實嚟緊咧，我哋將會咧就推出第2A 期嘅項目嘅。咁我哋估算咧，由於我哋咧都好快咧已經1A 1B 期都會交樓啦，我哋估算咧喺嚟緊嘅12月尾就將會咧就會推出我哋嘅2A 期呢個項目嘅。我哋2A 期相信嗰個價錢有加價嘅空間嘅。第2A 期嗰個單位咧，總共咧係提供727房嘅，咁而嗰個間隔方面咧係由1房至3房嘅戶型為標準。1A 加 1B 期咧，其實我哋咧正餘單位唔多，得39房，即係兩個期數加埋。咁基本上係啲優質嘅特色，我哋都唔排除咧每段時間咧以招標形式咧推售部分嘅單位嘅。